買樓先講面積141方，講方向西南向3鄉地段，西南向係最舒服嘅。價錢只要88個就可以攞低。3房2廳2衛，仲贈送一個逸富花園，就係我哋啱先所見到嘅位置。一個熱式嘅大廳，差唔多成4米開間，望到呢係我哋一個新城嘅泳池會所，非常之舒服。呢間樓呢保養得又非常之好，餐廳客廳分得非常之好。呢邊幾代同堂一齊食飯都絕對冇問題。廚房呢係一個 U 字型嘅廚房，出去呢仲有一個陽台。呢係一個港澳業主嘅度假房嚟嘅，保養得都係非常之好。3房2廳2衛，我哋嘅主人房呢亦係非常之大嘅，包括呢個洗手間嘅話呢，就已經有我哋一個房間咁大一個洗手間啦。呢啲洗手間唔知你中唔中意呢？一個南北對流，一個大主人房，非常之舒服。今日總價只要88個就可以攞低。有興趣嘅歡迎喺評論區同我留言，帶你實地睇樓。多謝。